台南市推动纸钱集中式的政策已经10多年，在民国108年，全国首创启用正圆满纸钱1号炉，4年来累计焚烧4890吨的纸钱，减轻焚烧纸钱带来的空气污染。为了提升焚烧的效率，市府今年甲中央合资4300万，兴建正圆满纸钱第2炉，3号上午进行启用的仪式。台南市正圆满2炉启用圆满成功，正式启用，我们大家一起来。好，我们请各位贵宾一起将它倒满，那象征我们台南市整个区域呢，整个都可以连线哦。咱台南是宗教之都吼，大大小小的庙合法的是全台湾上济，无合法的嘛是足济哦，所以这咱希望讲有当时啊，哦，这个因为你寺庙你要烧金纸互神明，但是你的烧金纸的金纸炉有当时啊无空气滤清，哦，烧出来哦乌烟啊，尤其为金纸大家要买较俗的，迄个为进口的，对进口我唔知啦，哦啊，但是迄个烧出来吼烟红红的，哦，迄个足困难，所以呢，咱会当共同感谢我们道教协会、道教会共同来推动，让纸钱集中焚化，来这边焚化，啊，神明拢收会到啦。是咪你连你伫美国的亲情拢保佑会着，保庇会着啊！你甲烧互伊的金纸，伊乃收袂着，而且烧就收会着，心意上重要。所以呢，咱而且来集中焚烧啊，空气经过品质经过处理之后，空气品质会比较好。台南是第一个安尼专用炉啊，全国的县市内底第一个专用炉的一个县市吼，就是像拄则市长讲的讲。烧无够，安等第2炉搁来烧，吼，到底烧偌济啊？拄则市长讲，互徐局长来讲，我来代替来讲一个，4年来烧要到5000吨，烧要到5000吨哈。啊，这个第2炉吼，搁会当来发电，吼。所以吼，烧烧了，毋是讲烧烧了之后吼，啊，敢讲烟排出去。伊个遐个热能，佫会当来发电，吼！我拄则看数据，大概是1吨的安尼金纸可以发1.5度电。上午启用仪式包括中央环保署以及地方各局处民意代表拢到场参加，并邀请南明道教会甲台南道教会等宗教团体与会。启用仪式依照宗教的礼仪。现场并且颁奖表扬有功的人员，包括道长、纸钱炉的操作员、甲纸钱的运送员等。估计正圆满纸钱第2炉启用以后，平均1点钟会用处理600公斤。透过机械式的路程加旋转搅拌杆等辅助燃烧的系统，会用让纸钱达到完全燃烧，而且热能还佫会用起来发电，达到循环经济佫再利用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